歡迎大家嚟到 The Notary 4月份摩羯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4月份摩羯座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咁我見到有啲摩羯座而家身邊有多過一個選擇，咁其中一個呢，你理性上會覺得係好適合自己，可能條件上啊或者對方嘅性格，你會覺得係比較有責任心，係可以同你真係有將來嘅。咁而另一個可能就係會比較熱情啲，對你嚟講係有感覺多啲嘅。咁去到4月尾，我覺得你差唔多就會開始做選擇，究竟係聽翻自己嘅理性啊，定係還是去跟翻自己嘅感覺去到揀呢？另外有啲摩羯座，我會見到你身邊本身已經係有一個對象，咁對方可能會係風象能量比較重嘅人，咁佢嘅太陽、月亮上升或者金星星座有機會會係雙子座、水瓶座或者係天秤座嘅人，咁我會覺得你之前一直都係對佢嘅態度係比較保守，唔係太想佢行得太近自己嘅內心，可能心入面有一部分係對佢有少少抗拒嘅。咁不過我會覺得去到4月呢，你嘅態度係會軟化翻㗎，可能你係會願意開少少門俾對方行近多少少嘅。咁所以我會覺得感情嚟講，可能喺4月你同佢嘅關係係會有個明顯嘅改善㗎。咁到最後，我會見到有啲摩羯座可能都單身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，咁可能生活模式都係比較穩定，咁直到4月可能先至會有一啲嘅轉變。我會覺得可能有一個舊人，舊人可以係曾經同你拍過拖、發展過嘅人嚟嘅，會翻嚟想睇下有冇機會同你有感情發展。咁所以到時我會覺得可以接觸一下，睇下你自己對佢嘅感覺啊，或者係相處係點樣先嘅。咁摩羯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